大家好，今日廚師介紹做雞尾包。小煲放入50個 gram 糖，1個 gram 鹽，80個 ml 奶，開中火，一路煮一路攪拌，至到嗰啲糖溶就熄火備用。呢度擺入咗250個 gram 鮮類嘅高筋麵粉，4個 gram 快速嘅酵母，20個 gram 奶粉，撈勻佢，加入25個 gram 全蛋液。呢度係15個 gram 高筋麵粉同埋75個 ml 水煮成嘅湯種。撈勻佢，而家擺入嗰啲暖奶料，開慢速打到佢冇乾粉為止。而家見冇乾粉啦，擺入20個 gram 室溫嘅牛油，開慢速打到牛油同埋個粉團混合。而家見過啲牛油混合啦，又擺入20個 gram 室溫嘅白椰油，開慢速打到同埋嗰啲粉團混合。而家見佢混合啦，開中速打佢20下。而家打咗20下之後，開高速打佢30下。而家30下之後，回返去中速打佢20下。而家較佢低速，又打佢20下，跟住就關機啦。攞一嚿麵團出嚟，掹開佢，係起膜㗎，可以啦。攞嗰個粉團出嚟，摺佢一下。咁樣掟做20次，個粉團我擺翻落個盤嗰度，面蓋保鮮紙，擺落個焗爐。焗爐喺2分鐘之前，我開50度，焗熱咗2分鐘，跟住就關咗佢噶啦。而家擺個麵團入去裏邊，等佢待發1小時30分鐘。而家煮餡，呢度擺入一啲水。呢度擺入50個 gram 牛油，35個 gram 糖，開中火，一路再熱嗰啲牛油，一路攪拌嗰啲糖溶，跟住就關火。我見嗰啲牛油料而家微暖啦，加入35個 gram 奶粉，30個 gram 椰蓉。撈勻咗佢，等佢稍微攤凍啲，就擺入雪櫃15分鐘。擺咗15分鐘喺雪櫃之後，我見到嗰啲餡係稍微硬身，攞咗出嚟磅佢。今日係150個 gram， 分佢平均10份，擺落張保鮮紙嗰度，咁嚟幫佢造型，擺喺室溫嗰度等佢備用。做面嗰啲料，呢度係有熱水嘅啦已經。我呢度25個 gram 牛油，2茶羹糖，攪到嗰啲糖溶，就攞佢出嚟攤凍。而家嗰啲牛油料稍微攤凍咗之後，我擺入10個 gram 低筋麵粉，11個 gram 吉士粉。撈勻佢，而家撈勻咗之後，擺入1茶羹菜油，又撈勻佢。呢度一個膠袋，將嗰啲麵料擺入個膠袋裏邊，擺喺室溫嗰度備用。1小時30分啦，
我見個麵團2倍大，攞佢出嚟，而家磅佢有幾重？我今日係大約500個 gram， 跟住咁樣捲佢，分佢10份係平均嘅，攞出一份麵團，切口嗰一邊，咁嚟接佢。接咗之後擺喺度，用隻手咁嚟搓佢成一個球，台面唔好有粉喎。其都係咁樣做。做好之後，蓋一張保鮮紙，等嗰啲麵團鬆弛15分鐘。而家15分鐘後，攞一個出嚟，揾隻手輕輕力咁壓佢。少少長方形，個邊嗰度要剪薄一啲，放個餡喺呢度，攞呢個邊，大力扼實呢度封口，跟住再轉佢，反轉佢，將頭尾呢度屈入去，又反轉佢，整好個形。跟住擺喺一個焗盤，已鋪咗油紙嘅上邊，其都係咁樣做。我喺2分鐘之前用50度焗熱咗個焗爐，下面放一盤熱水，嗰啲包上面蓋一張保鮮紙，關火，等佢待發50至60分鐘。而家60分鐘後，我攞嗰啲包出嚟，大早剩低嗰啲蛋液，我擺入1茶羹奶，咁樣掃個包掃2次，其都係咁樣做。嗰個面個膠袋我剪一個細嘅窿。跟住折嗰啲面咁樣，其都係咁樣做。我撒一啲芝麻喺度上邊，其個都係咁樣做。我喺10分鐘之前用200度上下熱線焗熱咗個焗爐，而家放佢喺第4層焗佢8分鐘。而家8分鐘之後，我改去180度焗佢7分鐘。而家7分鐘之後，我關火，喺個門個角落頭度塞一塊細嘅布，等3分鐘，攞佢出嚟。雞尾包已經做好咗啦，好多謝收睇，希望你鍾意食，下次再見啦〜